究竟寵物呢個表情係咩意思？呢個動作又係點解？點解佢今日咁靜嘅？以上都係各位主人成日有嘅問題，阿比都唔例外，特別係第一次自己真正養毛孩。好多人都會問阿比，點解你會接觸動物全心嘅？其實最大嘅原因係因為自己養咗小店主，第一次真正養自己嘅毛孩，自然都會想能夠了解佢更多，揾咗好多嘅資料，問咗好多養緊寵物嘅朋友，但每一隻嘅寵物性格都唔同，可能會有所差異。就係咁，我就學習咗同在世嘅寵物溝通，了解佢哋嘅心聲同埋有咩需要。其實有時同動物溝通唔係真係咁靈異㗎，未必真係聽到有把聲同自己講嘢。如果你都想了解多啲毛孩諗緊乜嘢，歡迎 follow 我哋一齊探索寵物嘅溝通同埋療癒嘅小知識啦。